大家好，呢段影片為大家講解正確嘅口腔軟組織護理程序。開始前，我哋要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做好感染控制。第二，向院友講解我哋會做嘅護理流程。第三，確保院友坐得夠直，後腦有承托，然後先幫佢哋清潔。工具方面，我哋需要海綿棒、杯、水同埋潤唇膏。如果冇海綿棒，可以用包住紗布嘅雪條棍代替。喺正式清潔之前，記住要先將海綿棒沾濕，再輕輕擠走多餘嘅水分。第一步，清走口腔入面或者嘴唇上面嘅殘渣同埋異物，之後擦口腔兩邊內側，然後清潔上排同埋下排嘅牙肉，之後就清潔上顎、脷面同埋脷底。最後記得幫院友搽上潤唇膏，保持濕潤，避免爆擦。記住，成個護理過程每個部位至少要來回清潔2次，確保徹底乾淨。做好口腔護理可以大大減少不適同埋感染，令院友每日都舒服啲、安心啲。